想 order 新嘅 iPhone。我聽講十幾千啊，咪張10千啊，我嚟訂啦吧嘅。喂，夜小英是安尼款嘅嘛？小，係咪先？你是你 iPhone Air 啊全世界嗰啲是安尼款嘅嘛 ？iPhone 哦嚇，對咧。？Korea 冇嘅咋？Korea 冇嘅，because 是超壞啊。因為伊人辦當之類物件。啊，Korea 就辦當。哦，true me。Korea 就打過嚟。哦，喲，係攞件仔，你是做嗰時較低嘅時候。啊，對。以前冇時間，因是 you sure 以前你可能是你講笑呢？因為我買隻電話用隻舊嘅嘛。哦，所以你買最好誒，你買咩咧 ？iPhone 較低啊？未學技術嘅人，特別未學技術人，你買較關鍵啊？係咩？哈，人技特別我個未喎。OK，我頭，因為我是技術，我那是技術呢，特別我個劍術喎。